各位中意探險嘅同學仔，你哋好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好得意嘅小主角，就係《壁虎當家》呢本橋梁書啦。今次呢集叫《野外探險隊》，係台灣作家陳素儀寫㗎。故事講3隻住開城市嘅壁虎，跟住嗰間屋嘅老人家搬返鄉下，佢哋偷偷匿埋喺個舊櫃桶度，就跟住架搬運車，展開咗一場重新發現嘅旅程。當城市壁虎嚟到綠樹林立、空氣清新嘅郊區，真正嘅探險就開始啦。佢哋不但遇到本來住喺郊區嘅土著壁虎，仲發現大自然唔淨只有好朋友，仲有好多估唔到嘅挑戰。例如貓頭鷹啊、蛇啊，連細細隻嘅螞蟻都可能係壁虎嘅天敵，真係一步一驚心㗎。喺郊外，佢哋見到各式各樣嘅昆蟲，好似入咗個神奇生態樂園咁。最暖心嘅係，郊區有隻小壁虎一直以為自己係最後一隻壁虎，因為其他同伴都俾敵人食晒啦。當佢遇到新嚟嘅城市壁虎時，真係開心到彈起。佢哋成為咗最好嘅朋友。不過好朋友之間諗法都會有唔同，有啲壁虎決定留低，有啲就想出外闖蕩。呢個選擇就好似我哋人生一樣，充滿各種可能㗎。如果你本身中意小動物，尤其係有養開手工或者爬蟲類寵物嘅同學，睇呢本書一定會更加投入同開心，因為你會好似小專家咁了解壁虎嘅生活。所以話，如果你係中意大自然、對小動物充滿好奇心嘅同學，就千祈唔好錯過《壁虎當家》野外探險隊呢本好書啦！一齊加入壁虎們嘅冒險之旅啦！